電雞違法要上徵信添，你又支唔支持呢？邊個贊成？邊個反對？我反對。日前廣州市電動自行車管理規定出咗份徵求意見稿，對電雞嘅管理有咗嚴格同詳細嘅條例。首先係對於交通違法行為嘅處罰，對於嗰啲經常衝紅燈、超車逆行嘅車手，捉到3次係扣車，如果1年捉夠10次咯。順手上埋徵信，分分鐘影響埋啲仔女讀書就業添。第二個就係關於改裝加裝嘅問題，喺廠家層面，本市銷售嘅電動自行車硬件必須有防散改嘅設計。咁如果個人私自改裝嘅話，除咗責令改正，仲將罰款500到5000蚊。咁睇嚟4個轆同2個轆嘅悲歡，雖然好似二叔公嫁女咁，但係1087真係無分你我他。除此之外，行駛同埋停放都有進一步嘅規範，例如時速唔可以超過15公里，唔可以喺人行道上面行駛，冇停放喺臨時停放區域嘅。唔好意思，51次，仲有可能俾人拖埋走添。最後係關於外賣騎手嘅，前段時間外賣騎手新規已經出咗台，唔知大家等外賣嘅時間有冇變長呢？今次仲細化埋外賣等行業有佢嘅專用號牌。雖然今次只係一份意見徵求稿，但係我覺得佢只係限制咗電雞嘅使用，而冇真正落實佢作為便民工具嘅使用空間。即係錢你係識罰，但係真正出咗事故嘅時候，保險責任範圍都冇明確嘅條例。所以咪有一種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嘅感覺咯。最後大家對呢份徵求意見有咩見解，或者你有咩補充，歡迎評論區一齊傾下偈。